伫啊吼，人生啊，是用人生吼，对那种个生态啊，你有对咧还有兴趣落去，你出来些比较好处，你看到咧所有的个生态，你就袂唔记得烦恼啊。你看那东西，你有想讲特别写我些，嗰些还是老鹰嘛，老鹰你下时间啊，一下电都转去，特别做写我些。跟种系情况啦，哦，原来你看的东西就特别社会有搞过。吴长玉係新竹太毛埔出世嘅客家人，閒暇時節唔好讀書，他也是變做太學教書嘅搶救對象。當好水大司機嘅佢，曾因為一項說答應工人嘅事情，就投入復育水草嘅行列。30年來，佢發揮將水牛共用嘅堅持，上山落海，將為到看水草嘅奇體。佢對水草嘅認識，唔係對書本上看來嘅，係對大自然來嘅。故所怎會有田中博士嘅稱號？講到桃園，當然會想到適逢見上千壯觀嘅三文水庫。三唔啲係磨三文水庫嘅時節，係由分布到台地上嘅2萬人口比塘，同斷水乾涸嘅功能發揮到千地當。頭擺來到桃園嘅客家人，一產嘅熱比塘，節順雨水，乾涸農田，順向種拿，避免水分嘅蒸發。一了解比塘，就會一了解客家先民嘅生活形態。吳長玉親身去行過一條比塘，探尋的是傳承本人田邊頭嘅故事。等一下我們會沿這個溪走的地方，就會有個皮塘。所以說你要找皮塘的時候，不是說到處這樣去看東看西看，看有沒有鳥在那邊，不是這樣子的，要靠上面這個皮塘來供應這邊。沿這一些圳溝，你就看到會有皮塘在裡面。翌日，一群菜地高中生聽等吳長玉，愛尋客家先民的開墾水熱。這種的這種就水蠟燭哈。這個科技都是用這個來做造紙哈，它都用在哪裡？用在灰色的那個衛生紙。學生嘅愛去探訪12號比塘。第六口池。一下比塘小食到當腳，將存冇到2000號，也係生態功能，在悄悄地本人從事。吳老師有介紹我們很多就是關於皮塘的事情，有哪些水草，然後有哪些魚，然後它的形狀，它裡面的生態，就是以前我根本不知道桃園有這麼多皮塘。透過吳長玉嘅指導，一群高中生同探琴嘅書屋製作出手機雜業，推廣比塘文化。一個石頭要量這個到底，這個多深？你看這個東西知道哈，看一下，挨的看一下。好，看它沿線到什麼時候消失的直徑，就它的深度啊。水一層水文一體，比塘嘅故事咪從一件嘅水文，天天嚟散開來。比塘係內底桃園縣嘅客家文化，內底嘅同車，本內底嘅後台子孫看到。阿公台嘅比塘仲嘅200年，大家愛強下保護佢。大家加油！初中畢業過後，吳長玉自己也下到台北打拼。對於水天宮嘅學徒開始做，嗰位係以賣瓦斯管做地下管道。吳長玉做事情嘅方式，本人意義是的。到台北嘅時節，伊做瓦斯，大家按伊牛量誒，像按照客家人講啊，做嘛事情像牛量，唔講苦啦，唔講甜，乜都唔講，是硬拼。像牛奶田咁嘅嚟到好啊！做工廠嘅吳長玉，為去種水草，係因為一件實答應工人嘅事情。同
同好拜托黄生玉转落雾嘅时节，天数放地位水草来做自然科嘅教材，黄生玉就答应佢嘅。冇想到转到落雾才发现，寒些时节生水草嘅地方全部唔见咗咧。1億7,000金，黃生玉決定自家種水草。当初转台马不是想那个天来种水草，但现在当然没讲，还没来小讲，该因为天好啊因为时无有收入，唔该佢问爱种啊做忙先，我爱唔知啦。我哋呢特别水饺系哪一做诶？你啊全部用风来控诶，所以cái东西就消失hết。剛開始，佢種到田順嘅準橋風，本阿妹媽都凍慘。佢糖有糖冇愛是唔知，而且年佢可能係種，2年可能係種第3年，佢年咪3年，因為佢性格樣的人啦吼，就跟這個社會做嘅東西，咁咪是該求天，該兩求天而田啊，佢就年就想好啦，該陣時年第3年佢冇就講年咩，佢就表示講哦，佢係呢。喺黃生玉嘅堅持下，2口水草田嘅家庭革命暫時結束。一下來夜種水草，上次會來到水草田嘅黃媽媽，咪為養唔起出去聽書。摸樹樓，不用你養㗎。在天氣摸樹啊。我來了就像傳統嘅客家婦人家有落田做事嘅習慣，雖然媽媽已經85嘅，還係有一袋洗菜園。洗菜園嘅順風，黃生玉咩種嘅，本媽媽唔掉養嘅曬嘅水草。了啦，了開始就了種冇啦，還了是愛開始種冇筍啦，還該是愛來咧種草啦，還是想我。還種很多草種嘛，還是拿鬼到來種冇筍啦。門來做下先。門2年咯，愛人種飛機講好，當面愛講該實在難，你也搞，你搞我滿天放喺面笑啊，叫唔會啦，係永遠被種起來。嗰時呢種係草特別因種下人嘅鋼鐵人動腦，出唔得鐵，有啦就嚟做，嗰是跟因講我講有樣哦，佢冇帶冇知又幫我傾落去講，為咗一種啲草，本佢嘅裝備來險，咁樣問題啦。兩姊妹連心，想法無法度溝通，心意還係做得相同。雖然唔了解來夜種水草嘅理念，不過做媽媽嘅還係完全信服自家嘅來夜。喺龍潭有一個揾到吳家祠嘅私人祠堂，差一時就本工廠負擔睇嚟。喺黃生玉同主人參詳嘅幾下拜過後，開始種水草，一下以為無窮樣嘅風貌。今半夜一片係黃生玉教人水深切腹嘅戶外教室。這楊梅是改良的，不對？哦，這個是以前土楊梅叫楊梅草，或者地名楊梅草。然後可以這個。水溝是什麼料？哇，這不是料哈，這也是藥用植物。白色的話，那大部分都是藥用植物哈。這個比較沒有味道哈，這沒有味道哈。他們兩個不一樣。哎，不一樣。黃生玉發現水草有解功能，就像流到祠堂嘅垃圾油，本日頭洗過了後，都可轉換做水草生長嘅重要元素。運用這樣功法，你做得控制藻類嘅生長，解決水質嘅有氧化。龍潭嘅吳家祠係黃生玉復育水草嘅基地，咪係污水澗化嘅生養基地。60歲流入來，
水草就老其变得强强力力。一条社区大学的同学听到吴桑玉认识水草，要对吴桑玉的成功学习到对环境的关心。这龙潭荇菜。大家都知道他是田中博士，其实他是大傻瓜。老师在做这个生态工作的时候呢，他是很执着的，而且他很有正义感。他非常讨厌环境被污染，所以老师只要看到那一种，就是人家乱排污水的时候，只要他当场有看到，他都会马上去通知有关单位。观点没有错。好了，孙韵老师对这个水生植物非常的执着的，终于讲诶，他讲讲一张点的样，为了这水生植物非常的执着。虽然讲了体有几分体，但是无条件本地使用。一个千坚持又有正义感的我呢，用家理想感通的吴家祠的题主。叶片的每一个笔筒，同吴桑玉亲属整理改错过后，就有无穷用的污水强化功能。他家眼中，水草唔係插草，係做得保護生態環境的大功臣。行到吳家祠的前鋪，有一個太極圖案嘅水草池，表現了已經地背講的萬物相生相克，咪係吳桑玉領悟到的大自然嘅本色。我前面講我所想嘅，喺度水草300啷種，各種嘅功能喺度嚟，我做咗實驗所嘅事嗰時候要背嘅聽背嘅。還有怪嘢，咁下輩場咧丟咗要5類，呢一種係心聲，最尾有一趨勢變到咁嘛，乜嘅東西係保育嘅，乜嘅東西係做教育，乜嘅東西係做復育，就最係為創新是兩之間。30年來，水牛吳桑玉成為水草嘅演燈，水草頭一片就是連燈廠。點清的向順風行過嘅人，傳達吳桑玉嘅純真心情。呢度看到水草嘅真面目，吳桑玉千山忙上山落海，佢讀到那條考驗，又係乜嘅力量支持佢？高雄的客家村美濃有一種當地特有的水生植物雅蓮。10年前，喺全台灣萬乃州做水草調查嘅吳桑玉來到一片，想要來了解佢嘅生長環境。看到雅蓮過後，佢還想要繼續研究。順定水路，佢就行到為上海河谷。啲下晝攞一些很有水，所以嗰些水很淡，好白很淡水。嗰橋背咧就按講嘅把水在以後啊，可能啲水路改起去咧，所以今日攞一些唔好看水，一定落水當係水。以前攞一些啲全部係水草，當做水草你像啲啲沒有按照掃把草。所以打上體起嚟，可能好把可能按這樣，但是是純冇水體起嚟。10年過後，景象完全冇共用嘅。吳桑玉一邊思考河谷會糟蹋嘅原因，一邊觀察一片有乜嘅植物還會生。喺河谷冇幾遠嘅地方，有一個小山巷，熱天嘅時節就會有洋溢嘅景味。那東西浸嘅水草啊，是聽啲火把，累到啲山腳，所以看喲，你會按到個熱個啊，往熱個慢，個幾隻山腳按到半門半，我哋看喲，到底有冇按真錢哦？我哋停下來，我哋看嘛，看到佢講，到底熱個係乜嘅？用幾位，所謂熱個係有緊嘅啊，係有嘅燃料啊。
从个洗个冲啊，冲啊是个买个热哦，买个熟啊，熟热啊，哦，因到变热那些，个是买个发个个，所以它这个水系很好的。这是凤楼，这是萤火虫的食物。太子园地度有书无人写，吴尚玉研开的一本书，成为一个最认真的学生的。就为什么不见？就搞不到你怎么排的，没有改对不对？一下也水草富有推广有人听书的，就会也太美的。张开始同一个时节是补养皮蛋机，这样是每夜从头看不到自家的野爱。妈妈在的话，那个时候是她比较辛苦，因为是爸爸才刚开始投，所以是跟着他跑全台湾，到处跑。他们都早出晚归啊，真的回来蛮晚的。只是知道说，不是到很山上，就是到很那个偏远的地方，他可以一天来回南部这样跑。非常补养皮蛋机这段时光，吴尚玉讲，这是当重要的力量。叫我时差是按创造从台湾省人日第一天人日是转来的，用个磨盘吼，叫他动木水，所以叫他时差出问题。因此，他想有个头创个恰当是有将烟错的，按咱虽然就恰当空，呀，可以差不多袂当，袂心焦啦，老实讲袂心焦啦。人生东西按冇奈何啦，吼。补养旱财的时节，皮蛋吴尚玉上山落海，一下采一方看唔到补养的身影嘞。吴尚玉非常这样时，感谢补养的无言无悔，全心支持佢。茶的枪口仪式都登山后，剩的一段路却会用行的耶。补养的身体唔好，就留到茶的方，等入山的吴尚玉平安转来。等人的时节，这种清艰苦的心情，将吴尚玉知。上呢个时间呢，当赶，因为赶呢，因为这啲山度吼，都差不多高就高，是为猛人，所以跟猛人些吼，一前，下巴1點鐘，下巴2點鐘叫。跟你實摸到3點半摸係摸轉嘅時間吼，我時就讓喺半樣講，佢3點半係摸可能轉吼，實是會咁啦，會去打電話，會聽見的簽，可能把是摸，佢已經到個山度米，哦，喊唔出路咧。愛前的水草，睇天上到較無人會行的地方，難免會衝走。個早先咧行到個產道湖度，要倒轉都產道湖12點嘅，今天要重新行上去，就差不多會2點浪咧。我兩當時行到個台山檔，台山快咧，嗰時個猛將很多咧，個猛將來到現在個台山檔跌檔橋啊，跌冇路呢。希望撒盐呢，就會登記山體。吳尚玉用打草的方式來上體力，讓其面對一項太刺眼的考題。因為幫我搓，當橋些，跟住係猛人是散開來，散些可能有路，全係有路嘅些，但係我冇想到家先喺內吼，要上架一條大樹橫下去，行唔過，轉嚟過，轉下開嚟些，我要個搭個樹啊。讀樹葉喎啊，個龜路我要讀個邊個樹葉喎，就啲個往一千落路咧。因創行山路嘅人吼，山邊你落到個山度啊，你行到全係嘰嘰咕咕嘅東西吼。
跟是表示讲了，因的天气啊会变嘞。咱你讲下深山嘞，可以是会猛烈是累嘞，所以咧钓是人讲哦，你爱天气会变嘞吼，所以这东西当你会晓得。搿底下是爱是特别吼，特别是讲特别是深天咧水内，在水天咧水内去航上，航上是讲因可能水度来累，爱去水源头啊。啊，但累了是讲，哎，你按多个从个草地度，个有眼个吼，累讲怪是开始叫，哦，我是躺到以后，我是按不头，即个人就上来，哦，上来开始来看，啊，看了地位都怪马东怪嘛怪，所以讲创美到了是差不多都要造成那3点全部卡。第一座山头有几海水潭相连向下，喺中浪落几海嘅发源地，但唱一片唔想要出来过新失败嘅。一般讲，你喺水草地度，你专门sinh育嘅吼，sinh育嘅，你按照时虫可以讲按照4叶梨藻，4叶梨藻，然后呢，你係表示你啲东西生了，你係原來是表示講你係種係水質係存下酸性。喺太自然中求學問，唔想肉攞故事填標題咧。看到啲東西，因是想，哎呦，特別細奧，哦，因特別慢慢的生長，所以啲東西變動快樂呢，因為啊。因為從特別是按做細奧按樣情況嘅呀，無本啲東西味道啦，是講吼，讓佢炒，你可能炒幾年都愛炒得啦，呀，因為直接到啲東西窮啊吼，雖然可能冇乜嘅按到炒啦，但是我大家要拐會叫，大家釣會叫，啊，大家要到農年背上背下，啊，大家水到都看要買嘅東西冇，看唔得睇啦。遇到轉到童年時節嘅美麗時光。吳生玉一鋪一鋪做定水草夢，一個夢一頭喺努力之下悄悄地實現。吳生玉用辦度過佢童年，做乜嘅叫佢花3點鐘才行到學校，萬人影響嘅晏飯餐嘅佢。新竹太茅湖係吳生玉出世成長嘅地方，一片保存嘅佢成長時節嘅所有回憶。有時特別細奧上來聽愛講大時節，也有好久咯。啊，細奧是都咧大哦，但係目前以前是全部係從咧一樣嘅轉嚟喎，哦，當時係冇想到講。你啊東西要保存到，按像你以前你石標，可能看到它清漿，哦清漿，它就按一個因為特別按蘿蔔係嘅梅頭出來吼。一下蘿蔔係睇家過年過節嘅時節，將會進來祭拜祖先嘅地方。一係貴嘢嘅背囊，然後你頭你梅，它叫咩？你兩隻腳，哦，就按照1/60龜子功法是講倆啦。個車全部客家人嚟嘅，哦，個祖先來起嘅。像這個以前是沒有這個加這個。種樹為了量，吳生玉對蘿蔔嘅一轉一壓，展現出滿滿嘅飲食之情。向蘿蔔後背嘅西山嘅客，未有一個本吳生玉吃到改變嘅東大宋嘅地方。特別水饺發，水餃都按發嗬。你也是比熟食咧，熟食咧，所以你只水餃啊，即係細奧，加些啲當到水草啊，幾下嗆嘅，哦，嗆水草，啊你啊開始做啲貨落去嘅，呢下細條，很跌到嘅，個水草啊冇起去咧。行過一條改變動態嘅磚橋，有一座寺廟，供奉客家人虔誠信仰嘅伯公，保佑一啲土地公嘅人。寒食時節，吳生玉從頭順定一條天順嘅大磚橋行到小里海，水度有魚嘅下公摸海，還有長長嘅水草，本期一時也唔會吃到故事。行
到受厉害，才看到3条水牛都给浸水洗身。吴三玉真欢喜，一下就对哥哥的把风行到好把顺。哎呀，他就很喜欢玩水啊！哈，哎呀，来，因为读书转一些是几路的撞牛啊，撞得出门的火把，然后把那些东牛，但像咧2-3条田，几10条啊，大家来撞牛，以后这个清滩的，只清滩为说是拖到牛啊，牛个下头个洗，下头个抽水啊，啊，这个洗线啦，洗线落牛身，等落去拖，哦，落去掠走。哦，咁做埋碟走呢？因為冇佢牛到吼，佢屙當到死到個地度，哦，嚇，因時來佢掠開，冇人搞好冇人去搞啊！哎呀，啲廠嘛，讓牛身掠開咧，啊，個太陽是會罵，咁樣個牛混水，讓牛掠走，哦，跟要好搞啦，冇辦法，但係搞，嗱冇去搞，冇去混水，就條廠嘅。打不到啊！滴水风潮水搞了是按快乐的事情，难怪吳三玉太爺還喺愛屯水按權按情。牛背上嚟釣魚，因為一家人來到上下搞，我看到道路旁邊有水牛渡街食草，一隻白色嘅釣魚背下來，強係天才。牛背上，水牛揈啊揈，蒼係美，釣魚一點也唔驚。延定日下嘅小學課本，吳三玉讀嘅一段水牛嘅課文，模仿漢寫時節用客家話朗誦課文本阿爸談嘅情景。有念麼？念咩啊？哦，牛背囊，哦，牛背上係釣魚。一家人到上下搞，意思講一條人嘅陪，一條人嘅講本嘅談，用講黑本，記得個錯呢，係咪錯呢？念本嘅念就俾角啊，咁咩樣講啊？我們是講我們俾角啊，馬上我們你啦，所以真係是安尼。佢係上一本教育嘅，佢所以佢對咧建議佢係冇欣賞，佢做你講客家人嚟讀用韓文嚟方式，加讀韓文啊，韓文上充滿就講客啊，用講客，咁樣叫你講，唔見你做嘅東西，哦，到客家人嘅文化冇跌起去，佢當注重啲事情。有人特別阿爸講，喺人讀書讀，人唔曉得讀，呢啊，從做下就俾簽嘛。又俾狂俾簽，哦，咩就咧另外一公里一大，啊慢片走，就假使幾時未幾時當日吸我講，全都係收全部收查看，哦，先能教埋嘅東西，你揼嘅東西，哦，算出數來會算唔錯，嗰時人廠就俾你打。漢寫時節，蠻皮嘅吳三玉總係唔想讀到當年嘅阿爸，一下太爺佢總算了解阿爸嘅用心。對阿妹來講，那嘢雖然真煩餐，唔過咪係一搭心。做事情當怪啦，唔是愛嫌啦。甲你新埔讀書，甲轉下，你學到做馬子當個培訓了，個當腳呢嘛，就開個天龍島，還基本上係停開。我開是個當到學生咪抽下轉咯叫，其實冇大欠叫。個有時你開主事啊，真險嘛啊！天英啊講，冇好嘞啦，冇真開唔變小，叫眼鏡，其實唔驚人小啊。為到演出畢業紀念冊項，乃嘅係設家，吳三玉請小學同學來聽書。這也是沒搬到幾班的升級班嘛，哈。哦，這一個，
当记得，大摆趴。转到母校，黄生玉出手起家，实在是忒好教的。短短半点钟嘅上课路程，佢都做得行3點鐘。再盖成这样子吗？有改过嘛？就是这样子啊。高水长游静静，回想到眼前的呀，对，以前都是这样子的，很早出门哦，6点就出门了，然后来到9点，就是走很2点回来，就是一路我们那边就是一直玩呐。教員嘅越見越活，分享嘅一幕頭擺嘅事情，咩促同嘅也係赤子之心。啊，这溜滑梯就到以前我们刚刚念书的时候，就到现在，你看还是一样，这个都没有改变掉。就看到这跑道，就想要去走一下哦。这个就是以前我们在走跑100公尺的时候。像安尼緊走，當場轉到佢哋睇運動項目上，總係得到慢慢自信嘅聲音呢。短跑有酸嘅黃生玉，其實做得保送體專，不過因為屋企環境嘅關係，三無法度去讀。北上工作過後，佢又再過去做兵。我嘅記者啊，邊個喺動物館，當日食飯就用這個用片作文食飯。目見吃飯就上落去，目接到點，出到去當兵長做班長長。又我講。搞咗們搞頭往嚟種，係有種解要被訓練做班長做3年轉嚟啊。像水牛強樣按實忙嘅黃生玉，除咗撫育水草，佢還把定養嚟嘅傳承使命。第5家祠有一種西文化，貼片本黃生玉保護的。这摆个周天旺有条沟啊吼，按照孤恋花，孤恋花佢講嘅水蓮花是講呢個東西，因為佢呢當時所有嘅吼，比通大地係種呢個東西，天然因梅出價嗰邊地方去，所以講呢是講你係咪想過，有人就特色啦吼。真正客家嘅穿新係穿呢個東西哦。水蓮花講出客家嘅故事，要講出黃生玉嘅傳承心情。一類西文化，要牽起嘅兩個客家人嘅師生緣分。其實我看佢講啲客家人啊，我專門嚟講下，我上次講啲冇灰眼客嘅，你專門用建議灰眼，上奇怪啊，咁咪客人咪叫係啊，我嗰度唔會講咯。我會聽客家話，我只是不會講客家話，其實我都聽得懂。10多年前，咪係客家人嘅祖孕育，喺太學人人生嘅時節，佢走遍鄉間，希望做得尋到代表客家文化嘅水蓮花。一直往埔心、中壢、龍潭，然後甚至到三子頂，然後找，就發現都找不到。然後呢，我就從龍潭一路騎到大茅埔這條路的時候，發現竟然裡面有一個池塘啊，我遠遠我就看到那朵小黃花了。那現在還有一個類似的。像那個就是北歐屏風草，它跟我們台灣屏風草很像，它都有一樣有黃色的花瓣，有紅色的中心。背面祖孕育研究論作，黃生玉沒有指拖記。我特別行嘅聽嘅書叫行啊，我有看過呢個東西，但是我冇當注意佢，因為我種唔會生，跟那種咧種唔會生嘅東西啊，所以是還冇注意。我佢讀講我嘅東西，我嘅東西，我佢認為當困難唔會差，佢切摸啊。我想嗰啲東西我創看到，嗰時講好啦，咁
去讲热河又含喺度屯嘞，屯嘞来回，这是个加些慢片走啊，比如这个上海啦，宜兰啦、花莲啦，但是我希望是讲，我所学嘅，佢做得专门嘅，专门以後，佢就专門學生嘅技術，當希望佢啊，佢當我聽按叫嘅嗬，佢心啊，佢心咧，喺我佢想法，佢理想，會讓佢會差唔多，呀。他给我一种观念，就是传承，有形的也好，无形的也好，它就是一种经验。因为我现在当老师了，那我觉得当老师很重要的就是怎么样把你上一代给你的东西好好传承下去。那不计较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带着一个唔计较的心情做传承。吳生玉、邱順強初中畢業天天，要成為大學教師尊敬嘅先生。根本日日講圓圓，吳家祠動點親，搶談到太自然嘅生。吳生玉點點嘅準備也行裝批，對種水草嘅經驗開始，可能已經說唔清楚佢進行過幾多擺嘅野間觀察咧。觀察嘅地點就喺吳家祠。唔會聽到吳生玉對在行發出啾啾啾嘅聲，原來佢哋嘅學世界怪係咩聲？你好，學你啊怪叫啊，是啲講因今咪出咗啲地方啊，有幾多怪啊，嚇，幾多嚟睇得到嚟答門呢，嚟到啲一隻問題。那啲叫聲其實有個老幾強樣啊，係怪類，所以其實係唔係緊張，你點樣看幾多？一怪今咪佢啲叫聲機會老人 enjoy 啦，一個 enjoy 嘅嘛呢，喺度啲講你哋到底怪到老呢？咁開始就灰嗌咧，睇到啊？開始，這個就是要準備打架。看到啊？你只怪係媽，怪媽，成個怪媽。一到5月節時的呢，就是開始會打卵的，會生卵的。我講你啊，經驗的。我講你啊，選到你個見頭戲就見裝，呢個係見裝嘅時節。呢個見裝時叫嘅頭戲就下夾。我看到個兩片的咁樣個杜先入埋入，抽啊，嗰時係叫當見裝所以佢準備咗我哋走嚟。你看佢到嗰個木柱應入，佢是會天通而走。有強力水質嘅吳家祠，是為世界怪千好嘅市體。善忘嘅吳生玉修水草嘅學分，要先修世界怪嘅學分。非常富有世界怪嘅心情。吳生玉第一篇書稿放下定，世界怪嘅木竹金，背囊長，還有原色嘅線條，色彩動靜，色彩唔攀得幾小食嘅。這個是近看是媒體戲，因為我特別沒看到。你啊，看到佢怪出來些，我自己慢慢轉佢帶來咯。這個你看佢出來，但佢帶來咯，了解佢帶來，嗰時是
变得下电啊，因先见下先见到，他创到可能按不到去可能天照先，让去上班。我们应该这个上只表做只表哦，要慢慢来了解佢，嗰些连续做差唔多，嗰度奉育过提3年，还要做摆3年大年哦，唔是攤，北風落水也好啦，風曬天也好啦，睇翻喺半洋廠嘛是講，嗰風曬天攤長緊出去，嗰是因為講到底佢到嗰風曬有關係麼？哦，嗰是了解呢個事情。就是安尼嘅善忘同努力，吳尚玉成為太次研學校地杯最好嘅學生誒。那個是講，既然你怪有獎啦，你生態就只代表性，然後你怪保存人，就你有素材，啱要發圖啊，要聽講講，佢要嗰樣心，還是要嗰要嗰勤奮到佢窮下來咁做，冇本佢消失睇啦。吳尚玉同老太來嘅地方係楊梅嘅高陽濕地，一片青點青，就像本人甜標題嘅桃花園。其實佢咪係人工熱出來嘅米糖，廢棄了後無人關心，就成為珍稀動物世界怪嘅物卡。這是完成面哦，做一個床啦，給水草在上面，拐跳到該啊，讓在獨在這個區域裡面。佢就該上欄些基本跳嗰邊天啊！啊，特別木料時間吼，跳嗰邊是不該我是講。二哥這種人哦，哪有什麼下雨天哦，整天像機器一樣，不休不眠的，連吃都很少看他吃飯。本但吳尚玉就像水牛，唔驚苦唔驚難。一下對水草的學分受到世界怪的學分，一個太次研學校最好的學生誒，面對生態復育嘅任務，自然愛企出來，乃有乜嘅善撇嘅理由。開啟傳承的使命，吳尚玉總係思考運用嘅創作的學到很較深嘅東西，佢決定帶學生誒行佢行過嘅地方。呢東西就吼，你冇去看，我自己親身看到的東西吼，你冇印象。剛喺韓國以後，我只親身看到些，我永久記得啦。所以嗰些學生講啊，好啦，啲學生講嗰就講，特別喺韓國為首啊，我雜個都圖嚟看，吼，你上你啲生態東西吼，你冇可能講，看到個圖畫字，你曉得，其實唔曉得，你這條看到講，像今日圖一看，這個白毛啦，係嘛？毛花很好用，也可以做建物，哦，也可以做紙。要除它很难除，要怎麼除呢？它怕下雨，下雨天除它就死掉。平常在課堂上的話，都是看圖片，然後可能聽完看完就忘記了。課堂上學的，現在實際來應用，我就是加深印象，不會說學了就忘了。要把一副愛教學，吳尚玉嘅每嘢還有阿妹都停定搶下來。今年我孫我是想了什麼合太嚟啦，佢講媽媽我出去嘛，吞了又都好啊，我就是講媽媽要辛苦按機會啦，出嚟了之後，是想我來按好教室聽佢去看啦，但其實讓我來講我今年聽下嗰個。去看乜嘅是咁樣，不下來就會笑我哥哥帶媽媽也帶我，不會帶是咁樣天啦。天天阿爸行去行過嘅地方，每嘢就做得了解阿爸較多一些。自動愛有喇叭洞徛，你按散讀嘅地方，其實去甲會使按親到兩位也唔是印圖，天氣按行行位地方嘅時間。開始講哇，人哋去特別是愛用走，慢片的走，爬山啊，我只是下到水都呢，開始都喊起啊。係啊，呢個木倉啊，哦，就木呢個網嚟，網劍，要起嘛，跟可能要嗆嘅哦，這樣就水嘛。用這個溜水啦。
流胎应讲的啦，其实唔系流胎啦，吼。哎呀，我记得是看到出去样有个，哦，这个空气也好凉凉哦，吼，风里里哦，当背啊，哦。太舒服安这样。对呀，唔会昂昂嘅阿妹对昂昂嘅奶爷伫做乜嘅事情，佢咪亲上去去了解。昂昂嘅奶爷希望为到屋卡辛苦嘅规班成员嘅阿妹，做得好好休息一下，好好出来了。佢咪上爱伴阿妹啲。其实佢做嘅事情，全係为到伴下一代嘅成员呢，同佢共用有一个清水、泉水嘅童年。